喺今個預苦期，讓我哋喺匆忙嘅生活中，為耶穌留一點時間，一齊以靈修同埋操練，預備自己嘅身心靈。本週嘅主題係關係復和。今日係預苦期嘅第26日，經文係羅馬書14章17、19節。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、和平，並聖靈中的喜樂。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，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教會係彰顯神愛嘅基地，教會肢體間嘅爭執同埋分歧就係愛嘅破裂。呢個受傷嘅裂痕，如果唔修復，將會為個人、家庭以及社群帶嚟毀滅性嘅災難，甚至係傷害。唯有基督嘅寶血先至能夠醫治，靠住聖靈嘅恩膏塗抹，傷口先至能夠愈合，與人復和。我哋唔應該只係追求對得起自己良心嘅公義，我哋同時都要追求能夠與人建立共處共贏嘅和平，並且喺聖靈中得着喜樂。作為信徒，我哋對自己要公義嚴格，對人要寬容饒恕，多留一點餘地。對神則要活喺常常喜樂，不住禱告，凡事謝恩之中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一齊實踐今日嘅操練，就係整日堅持只係講造就人、建立人嘅說話。